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可福音第9章，耶稣阁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遮的人，有诶还未死以前，会看见上帝国已经充满大能力来临。6日后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甲约翰，甲他因家己爬上一座悬山。伫因的面前，耶稣的形象忽然改变，伊的衫变甲光影影，非常白，地上的漂布师傅嘛袂当漂到遐尼白。迄时，以利亚甲摩西做伙出现，甲耶稣讲话。彼得对耶稣讲：rabbi，咱伫遮真好，咱来搭3间寮仔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彼得毋知着讲啥物，因为因非常惊吓。迄时有一片云甲因搭底，阁有声对云出来讲：即个是我所疼的囝，恁着听趁伊。因赶紧四周围看一轮，只有看到耶稣，无别人伫遐。因落山的时，耶稣命令因讲：人子对世人中搁活以前，毋通将所看见的事甲人讲。因将耶稣的话藏伫心内，私下底议论对世人中搁活即句话是甚物意思。因问耶稣是安怎经甲教师讲，以利亚一定着先来。耶稣应讲：以利亚一定着先来恢复一切。安尼，圣经哪会记载讲，人子一定着受真侪苦难，搁互人藐视？我甲恁讲，拄拄照圣经所记载，以利亚已经来啦。人照因的意思对待伊，因来到其他的门徒遐，看到一大群人甲因围地，有几若个经学教师甲因伫辩论。群众一个看到耶稣，真着惊，随时走过去甲伊请安。群众的中间有一个因伊讲：老师，我带我的囝来找你，伊互鬼附身，袂讲话。无论伫倒位，鬼一个附身，甲伊摔倒，伊就不被破烂，甲喙起筋，规身躯硬哭哭。我请你的门徒甲鬼赶出去，因拢无法度。耶稣甲因讲：哎呀，毋信的世代！我着甲恁带偌久？我着搁忍耐恁偌久？甲伊带来我遮。因就甲伊带来。迄个鬼一个看到耶稣，随时互迄个囡仔抽掣，倒伫涂骹过来过去，不被破烂。耶稣因伊的老爸，伊安尼偌久啊？伊应讲：对细汉就安尼。鬼定定甲伊迄落火，车落水，要甲伊害死。你若话，求你可怜阮，帮助阮。耶稣甲伊讲：你若讲，你若话，有信的人，逐项拢话。囡仔的老爸随时话讲：我信，我的信无够，求你帮赞。耶稣看到群众走过来，严严责备迄个邪神，讲：你这个会教搁臭耳的鬼，我命令你对这个囡仔出来，毋准你搁入去。鬼大声喝，互迄个囡仔大抽掣才出去。迄个囡仔变做甲死人相款，所以大部分的人讲，伊死去啦。总是耶稣牵囡仔的手，甲伊扶起来，伊就起来。耶稣入去厝内，伊的门徒私下甲伊问：
是安怎？阮无法度甲鬼赶出去。耶稣应讲：即种鬼只有靠祈祷才赶会出去。耶稣甲门徒离开遐，经过加利利。耶稣无爱人知伊伫倒位，因为伊拄伫教示门徒，对因讲：人子会互人出卖，因会甲伊害死，死了3日后会搁活。因未明白即句话，搁毋敢甲伊问。因来到迦比农，耶稣伫厝内的时，问门徒讲：恁伫路中伫议论甚物？因拢点点，因为伫路中，因互相伫争论，甚物人上大。耶稣坐落去，叫12使徒来，对因讲：若有人要做第一，就做证人的上路马，做证人的车用。伊就牵一个囡仔来，互伊徛伫因中间，甲伊抱起来，对因讲：无论甚物人，若为着我的名接纳即款囡仔，就是接纳我。接纳我的，毋是接纳我，是接纳找我来迄位。约翰对耶稣讲：老师，阮有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阮甲伊阻挡，因为伊无伫缀咱。耶稣讲：毋通甲伊阻挡，因为无人会奉我的名行神迹，随时搁讲我的歹话。无反对咱的，就是为咱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无论甚物人，因为恁属基督，用一杯水互恁啉，伊一定会得到报赏。耶稣讲，无论甚物人，互信我的人中间微细的一个犯罪，伊较好，互人用大石帽，甲伊吊伫颔棍，迄落海。你的手若互你犯罪，就暂歇角，宁可减一只手入永远窝，比双手好好落地狱，互袂花的火烧较好。你的骹若互你犯罪，就暂歇角，宁可减一只骹入永远窝，比双骹好好，互人迄落地狱较好。你的目睭若互你犯罪，就乌迄角，宁可减一蕊目睭入上帝国，比2蕊目睭好好，互人迄落地狱较好。伫地狱虫袂死，火袂花，逐个人拢着用火炼，亲像用盐生。盐真有路用，毋过盐若失去咸味，要安怎搁互伊咸？恁家己着有盐的作用，互相和好。